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上一集我哋講到，越聰明嘅人越難改變諗法。你可能會覺得呢個講法好奇怪，唔係應該越聰明嘅人越懂得分析，越容易接受新嘅事實咩？聰明人唔係應該更加理性咩？書本入邊有一個實驗，講一班研究者揾咗一班數學嘅天才，俾佢哋睇下一份有關槍支管制嘅數據。如果嗰個數學天才係支持槍支管制嘅自由派，喺佢哋分析槍支禁令失敗嘅數據時候，佢哋嘅表現呢會比普通人更加差。如果相反啦，佢哋係反對槍支管制嘅保守派，喺分析槍支禁令成功嘅數據時候，佢哋嘅表現亦都會比普通人差。換句話講啦，數學能力越強，喺面對同自己立場相反嘅數據時候，反而越擅長去揾出理由去否定佢。佢哋唔係用聰明才智去揾真相，而係用聰明才智去捍衛自己嘅偏見。所以話聰明有時候都係一種嘅詛咒。為咗搞清楚點解聰明人都會犯傻，我哋先嚟講一個有趣嘅故事啊！每年有一個叫做搞笑諾貝爾嘅頒獎典禮，係由真正嘅諾貝爾得獎去頒發，表揚嗰啲睇落好荒謬，但係思想好深刻嘅研究。有一年，有兩位心理學家就得到呢個獎項。佢哋嘅研究係乜嘢呢？佢哋揾嚟咗一群大學生，俾佢哋做邏輯推理、文法同埋幽默感嘅測驗，然後就問每個人：你哋覺得自己嘅表現係點啊？有幾多個百分比係會比同學好呢？呢一個係一個好簡單嘅自我評估。咁最尾個研究好有趣喎，結果嗰啲得分最低嘅人係比自己評分最高。佢哋平均認為自己係比62% 嘅同學表現更加好，但係實際上佢哋只係贏過12% 嘅同學，佢哋根本唔知自己有幾差。呢個就係著名嘅達克效應。當我哋能力越唔足夠，我哋越唔知道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，往往就會高估咗自己嘅能力，從而做咗一啲錯誤嘅判斷。相反喎，嗰啲真正有能力嘅人，反而往往低估咗自己。書入邊講咗一個好有趣嘅對比故事，兩個主角係參選冰島總統嘅人。第一個人就叫哈拉，喺2015年，有人咧喺網上邊發起請願，要佢參選總統。佢第一個反應就係：我憑咩做總統啊？佢本身就冇政治背景，雖然喺金融危機入邊咧帶領公司渡過咗難關，但係佢就係冇信心。覺得自己唔夠資格，其實佢係有能力嘅喎，佢嘅能力贏過咗佢嘅信心。第二個人叫做大衛，佢曾經做過冰島總理同埋央行行長，咁非常有經驗啦。但係喺佢嘅帶領底下，冰島爆發咗人類史上規模相對大嘅金融風暴，三大銀行破產，貨幣崩潰。時代雜誌認為佢係全球金融危機嘅禍首之一。但係喺佢宣布參選嘅時候，佢依然都係咁講啦。我係擁有豐富嘅經驗同埋知識，非常適合做呢個位置。佢呢，就係信心勝過咗能力。如果話達克效應係能力唔足夠嘅人過度自信，咁真正聰明有能力嘅人唔通就唔會過度自信咩？咁講到越聰明越固執，書入邊最精彩嘅故事呢，就係黑莓機嘅故事啦。黑莓機係咩嚟嘅呢？咁可能而家好多人都唔知道。黑莓機呢係一部智慧型手機嚟嘅，咁係比 iPhone 更加早出現。咁係之前個手機會有一個 keyboard 啦，喺個手機上邊，咁可以喺個手機上邊去工作嘅。而黑莓機嘅創辦人 Mike， 佢係一個公認嘅科學奇才。喺中學嘅時候，佢已經可以打造太陽能板，因此呢登上咗地方嘅新聞。佢甚至將公立圖書館每一本嘅科學藏書都睇晒，而佢8年級畢業嘅時候，咁有一幅漫畫將佢畫成瘋狂嘅科學家，啲閃電喺佢個腦袋入邊咧射出嚟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我哋而家嘅天才。就係呢個天才打造咗黑莓機，改變咗全世界商務通訊嘅方式。喺最高峰嘅時期，美國有一半嘅智慧型手機都係黑莓機。但係喺2007年，第一部 iPhone 出現啦。阿 Mike 拆開咗部 iPhone，研究咗一輪，然後就講啦：
佢哋將一部 Mac 嘅電腦放咗喺入邊，佢覺得好驚訝，因為佢睇到咗 iPhone 嘅技術含金量。但係接落嚟，佢做咗一個比黑莓機走向覆亡嘅決定。佢繼續相信大家都係想用黑莓機，而唔係 iPhone。佢確信大家係需要一部適合工作、適合 email 嘅無線裝置，而唔係口袋入邊嗰部可以有娛樂應用程式嘅電腦。佢確信觸控屏幕係會耗盡電池，消耗無線網絡頻寬。佢確信實體鍵盤先至係黑莓機嘅靈魂。到咗2012年，iPhone 已經攞咗全球1/4智慧型手機嘅市場，但係 Mike 仲喺董事會上邊依然就話啦：我真係搞唔明呢啲嘢，鍵盤先至係佢哋購買黑莓機嘅原因之一。咁啊，Mike 一個曾經以科學家思維打造咗黑莓機嘅天才，最後卻變成咗傳教士嘅固執，親手將佢嘅黑莓機嘅發展埋葬。佢嘅聰明才智反而變成咗拒絕重新思考嘅防護罩。佢太過相信自己過去成功嘅經驗，以至於無法睇清楚未來嘅趨勢。作者話：我哋嘅思維有2種循環，第一種係過度自信循環，呢個循環由驕傲、確信、確認偏誤、更加驕傲去組成。Mike 就陷入咗呢種循環。佢對黑莓機嘅成功感到自滿，帶嚟咗好多嘅確信。佢開始只係見到支持自己想法嘅證據，例如嗰啲依然好中意實體鍵盤嘅 fans 啦。佢忽視咗所有想要觸控屏幕嘅潛在客戶，結果佢變得更加驕傲。第二種係重新思考循環，呢個循環由謙遜、懷疑、好奇、發現，更加謙虛組成。嗰啲能夠持續重新思考嘅人，因為佢哋有一種叫做知識謙遜嘅特質，佢哋知道自己唔知道乜嘢，就好似投資咁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定會贏，你就會將所有錢壓晒喺同一隻股票上邊。如果你知道市場係不可預測嘅，你就會分散投資，隨時準備調整策略。所以有一句說話就講：知識係力量。知道我哋唔知道乜嘢就係智慧。咁講下我自己啊，咁 William 咧都喺某一個行業做咗10幾年嘅啦，咁都叫做相對有經驗。咁但係正正就係呢種經驗，就令我陷入咗過度自信嘅循環。譬如有一次，有同事會向我提議一啲新嘅方法，咁我嘴上邊咧係冇講乜嘢嘅，但係我心入邊就諗啦，喂，其實我都做咗呢行10幾年啦。唔通我唔知有咩方法有效咩？咁呢個就係好似黑莓機啊 Mike 咁樣啦。我嘅經驗反而正正係阻止我重新思考。咁當然啦，William 唔係叫你而家每個人嚟走嚟同你講嘢，俾啲意見你都一定要接納。但係睇完本書之後，我哋只係需要提醒自己，當我哋拒絕，當我哋去反對人哋嘅時候，我哋有冇經過重新思考呢？我哋成日以為堅定不移係一種美德，但係喺呢個快速變化嘅世界入邊，隨時懂得清空自己，重新學習，先至係真正嘅生存之道。好啦，嚟到今日嘅總結，今日我哋講咗點解聰明人更加難去改變自己嘅諗法，以及過度自信循環嘅危險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如果連自己都好難自己說服去重新思考，咁又點樣去說服人哋呢？試諗下，如果你要說服一個好固執嘅老闆，或者一個政見完全相反嘅親戚，你嘅第一反應係唔係會準備一大堆數據、理由，準備用邏輯去將佢打敗呢？書入邊有一個非常反直覺嘅答案，你俾嘅理由越多，對方反而越唔會咁容易被說服。咁點可能呢？辯論唔係應該越有充分嘅理由越好咩？下一集我哋講下點樣喺辯論入邊真正改變別人嘅諗法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